今年面临连年来上严重旱灾，白河水库目前嘛停止灌溉修建，所以议员刘美山要求水利局利用这个时机，赶紧甲农田水利署协调，加速进行疏浚。因为根据了解，目前清土速度根本袂符本土的速度，反而要到200年才清得完。我们年平均的淤积量是42.1万立方公尺，那我们每年的平均的清淤量，记住，清淤量是50万立方公尺。那我们把它相减之后，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现在所清淤的多清了大概将近8万立方公尺。那你知道吗？照我们现在清淤速度要197、98年将近200年了，才清得完。南水局这边大概已经有加速这个清淤的速度。那到今年为止到今年的它的这个水库清淤量已经达到100万立方左右在持续的还在增加它的水库清淤量。当然，刚才议员也特别提到了，目前的淤积量大概达到1500万立方，大概1500万立方。所以他们原本预估是要到118年了那这边我们当然在会中有特别要求，就是说拜托他们其实加速这个整个清淤的作业方式，包含的一些机具趁现在的一些的那个干旱的一些期间那现在因为非公灌溉期间，所以说水库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个余的空间来加速这些清理。根据了解，白河水库兴建到大已经超过半世纪，因为本土严重，水库变土库，抽水功能差不多已经完全无。所以议员刘美山、钟日顺再次要求市府向中央争取改变，来带动关南岭风景区的发展。这整个一个脉络下来，其实在山上滥垦滥伐这种事情我们林务局也在处理嘛那可是问题也是因为淤积的关系到了水库嘛，所以才50年就没办法使用了嘛。一个水库要建不是那么容易耶。我还不好意思讲，那时候是强征民地耶。所以刚刚议员报告就说，如果说这些区域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些限制，然后我们去做那个水土保持的一些富裕，避免泥沙的流入的话，我想那这水库的淤积量会更大了水利局进一步表示，农委会伫89年就公告白河水库特定水土保持区，限制关南岭发展。不过目前水利署已经完成核定长期管理计划，会当执行水质监控加防洪的工作，同时提报通盘检讨，将部分或者是全部无需要保护的划出特保区的范围。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